欢迎收听9月23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思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哥林多后书的3章12到18节。哥林多后书3章12到18节，延续着昨天的经文今天继续讲到，我们大家都用没有蒙着帕子的脸反映主的荣耀。那从主就是圣灵所发出的荣耀在改变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他的样式，要有更辉煌的荣耀。昨天就讲到了辉煌的荣耀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一次而永远的祭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其实在旧约的时候是不能的，因为我们从摩西要用这个帕子来遮住因为上帝的荣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所以他的脸上反映出上帝的荣光。可是这荣光呢，有罪的人看见是没有办法看见的，是没有办法承受的，因为有罪的怎么能够容纳那个无罪的呢？所以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因着他为我们付上代价，成为这个赎罪祭，叫我们脸上的帕子可以拿开，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而且是每一个相信愿意悔改的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。而在这里呢，保罗就说到了如今呢，我们都是用没有蒙着帕子的脸反映主的荣耀。这个荣耀呢，就是从圣灵所发出的荣耀在改变我们。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呢，对基督徒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，因为很多人在信主之后，真的就是在上帝的灵当中不断的在改变。可能原来是外表上的这个口语或者是生活的方式有了改变，甚至是在价值观，在信念上，把什么当作生命的第一位，有很大的改变。我就有听过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其实原来都是在教会聚会，可是当他不仅是在教会聚会，而是他开始追求信仰，在圣灵的带领当中，常常的去反省他自己的生命。不单是他跟他太太的关系和好，他也开始知道怎么样来带领他的儿女。这荣耀在改变我们，圣灵不断的改变我们。怎么样的改变呢？透过我们发现自己需要来到上帝面前，透过我们在每一个想法意念当中，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以上帝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，我们就在这当中就参与在耶稣基督辉煌的荣耀里面。这荣耀改变我们，也是保罗特别在提醒在这当中的这些犹太人，我们不是活在旧约，而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来到了，他让我们不再要蒙着那个帕子，好像要隔绝这个帕子，隔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而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揭去这个帕子，他在我们跟上帝中间，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会说奉主耶稣的名，因为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意思就是我们透过上帝的救恩，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你还在担心你自己的生命软弱吗？或者你还在烦恼你生命上的这些需要吗？我们就是单单要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挪去这个帕子，他完全的接纳你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说，圣灵来叫我们得着自由，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有自由的人。当我们愿意相信依靠圣灵，我们就要经历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耶稣基督升天之后，你差派圣灵来到我们当中。圣灵，上帝的灵，天天提醒我们，
天天安慰我们，天天感动我们，激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因着信主得着生命的改变，得着生命的蜕变，得着生命的成长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不仅是让我们有这样的改变跟成长，你更是就把我们从我们自己很有限的想法，觉得很无助的环境当中有了希望。主，你是我们的恩典跟荣耀，让我们再一次的透过这个祷告，我们要回转到你的面前，你亲自的来安慰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也让我们参与在这个荣耀当中。谢谢你，让我们每一天都来寻求你的面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愿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灵亲自与你同工同在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哦。